今仔日足欢喜的邀请到我另外一位伫大学熟识的朋友，伊的名叫做莱尔。伊是伫我大学社团山地文化服务团实在的学长。伊即摆是伫美国咧读册。我逐工都看到伊分享美国的生活，我就足有兴趣的，想要邀请伊来甲大家分享。所以今仔日就足欢喜会当欢迎伊来的，欢迎你来汉阿汉。Hello，刚有听。你好。有，安尼会使。因为我即摆遮是透早，我这几工拢咧好好是办英文叫 orientation，中文我毋知安怎讲，但是讲大学咧欢迎新生来到这个学校的时阵会办的活动安尼，所以讲我这几工拢足忝的，若是看起来足忝的，这是真正常的代志。对，台湾这华语拢翻做讲是新生训练，但是我感觉这个名实在是足奇怪，是要训练啥货？咱迎新会，这我真正毋知影，这改先爱问一下这是大人，我才会知。我即摆想互恁看我的 PPT， 但是我无确定会当放出来，等我一下。敢有法度？我咧想办法，但是改先是，你是袂晓字还是安怎？伊即摆无法度叮当，就是我遮有画面，但是伊无放出来。我即摆毋知影要安怎甲伊放出来。你有迄个分享画面咯？你迄边敢有下底阮哪有3个点吗？伊个电话边啊，有一个镜头3个点，应该是镜头，有一个分享，有一个迄个四角边，中有迄镜头。3个点边啊有一个举手的边啊，系着。有啊。有看。安尼有啊吼。有安尼 OK。我实在是无法度，但是伊就是生做安尼，大家就较原谅者。好，我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就是台湾的一个查某囡仔要安怎去走天涯安尼。我的号做英文名叫 Zaire， 这名意思伫咧非洲是刚果河，伊个一条影上大的一条 river 的名，就叫做 Zaire 安尼。我感觉这个名足酷的，所以我就号这个名。好这是我的基本的介绍。这我即马伫咧美国的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咧国际关系咧读册。我大学的时阵甲校营是算讲是同一个社团的安尼。伊嘛是足古锥的，所以咱定定拢是会开讲安尼。我伫咧大学时阵有去过中国，我有去过北京做交换学生，但是这大概是莫有误会吼，因为我大概若讲到这个代志的时阵，大家拢会足紧张的吼，但是大家莫紧张，我无安怎我嘛无去互人安怎吼，这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要去一个国家看卖伊到底生做安怎，我才会当来，咱讲来批评伊，也是讲要来要来讨论讲这个国家到底是有啥物好，还是啥物歹。我感觉也是爱家己试过才知影安尼，所以我去就是我是当作是一个研究的心态，我去这个所在安尼。好，这是我学校生做，就是伊的 logo 生做安尼，因为
台湾即个人无听过即个学校啊，台湾大家拢听过加州的学校尔，什么 UC Berkeley 啊，什么 Stanford 啊，所以讲这阮学校也是爱基本也是爱介绍者。啊，这我大学的这 logo， 即马已经无法度转去啊。好，啊，这是我今仔日要讲的，这基本上是3点啦。啊，留一寡时间和大家做伙开讲安尼。啊，因为我是伫遮做留学生嘛，我是伫遮有加入一个台湾的长老教会。啊，台湾长老教会是伊的名是叫做 Ann Arbor Taiwanese Church， 就是遮的基本上遮教会的人拢是讲台语，所以我伫咧美国咧上常讲的两种语言，就是讲台语甲就是英文安尼。好啊，因这阿公阿嬷实在是就厉害，我无知影，因是就是讲伫咧美国上一开始咧推动讲台湾的独立运动的这遮的时代人安尼，因是比民进党比迄美丽岛佮较早就咧讲即件代志啊，所以因是最厉害安尼。啊，第3点就是讲 I'm from Taiwan 啊，但是这甲人自我紹介的時陣，這要安怎講啊？這若是拄着中國人吼，對小粉紅的時陣，咱要安怎來甲人開講啊？這我感覺是一個就趣味的這題目。好啊，你愛原諒我，因為我昨昏半暝啊才咧做這 PPT， 我實在是無時間，我真正要忝死啊！我真正就想要困啊，所以等者吼。基本上拢是相片，啊，但是要反正我会大张甲你讲，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安尼。好，咱先来头一个部分，就是美国的这留学。好，啊，我是为台湾飞来遮 Ann Arbor， 拢Ann Arbor 到底是咧倒位咧？恁各位若是即摆身躯边有手机啊，还是 Google Map， 你摕起来拍 Ann Arbor， 你就会看到伊伫咧美国的这密西根一个小小的一个城市安尼，啊，阮这个城市是一个大学城，就参像讲台湾的现代安尼，但是阮这是，打这个城市尔，就是3个台北市遮尔大，所以讲毋是一个小小的这个都市尔，伊是一大的哦，有够忝。我坐飞行机飞2天。才飞到遮，因为搁爱转机，我伫咧Canada 转机。好，啊，大家有看到这我中这只狗仔是我阿公送我的啦，吼，阮去当阵去也买，我的册包顶头有写一个台湾囡仔有无？啊，这台湾囡仔是我特别走去买的，因为我就是就讨厌迄中国人。是看到我就走来甲我要讲中文啊，安尼，我就会甲因讲歹势啊，I don't do this in the United States 啊。你若是要甲我讲话，你就讲英文，啊是你会晓讲台语，我嘛是会使安尼。中文是 no，OK。好啦，啊来这留学生，大家就上爱头一爱面对的问题就是食，要食啥物？基本上阮拢是食这家己煮。因为外口买的物件实在是伤贵，所以比爱家己煮，才钱才袂开了。啊，这我家己煮的遮的物件，啊，有时阵若是伤忝，就煮较少的安尼。啊，遮拢食啥咧？遮拢食肉，遮拢食这咱讲土豆，毋是土豆，这叫啥货？马铃薯。potato， 对，马铃薯，嘿。啊，这搁有这这炒卵安尼。好，我是感觉讲遮个肉应该是生长的迄技术拍得有够伤济，因为我即个朋友讲，我来遮了后，迄相看起来有较大只。好，啊，这是阮的这社区，我是这顶正手边顶头迄边。这就是我即马住的所在，这是阮的社区，啊边仔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员工的户安尼。啊，阮厝边仔就是一大片的这树林啊，
啊，内底有即个动物的，阮遮有这我真正毋知影用台语要安怎讲，浣熊，浣熊。你讲 raccoon 迄个浣熊，对 ，raccoon 浣熊，这我真正无法度用台语讲好，就叫伊 raccoon 好。这实在是，但因为这种动物实在是台湾无啦。阮遮就侪动物诶，搁有迄鹿，美国人就爱去拍鹿诶，甲来10月时阵，因就爱摕迄枪去拍鹿，所以我感觉大去美国诶鹿实在是嘛是就可怜。这是阮社区诶这运动诶所在啦，社区家己有一个运动诶所在，有家己诶游泳池安尼。好，这顶只手边上下骹一张，这是安怎咧？这是我伫咧暗时8点的时阵翕的。什么意思咧？就是讲阮遮是9点，这日头才会完全落山9点还未完全落山，所以讲遮是就是我拄来一礼拜的时阵，定定拢会袂记食饭。因为我就想讲天个光安尼，台湾拢是习惯讲等天黑才食暗顿安尼，所以我定定拢是看我的手表，哎哟8点半进来煮饭安尼，因为外口实在伤光啊。好，这是阮的这城市的生活才会快因为这城市甲大学是连做伙，所以讲基本上规个城市拢是一个大学基本上规个大学拢就是散伫咧即个城市内底。好，我是感觉因画这图是实在画甲不遐水就甲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因这图拢画甲足大诶，所以讲我一开始来遮认路诶时阵，拢是看这图，来认讲我即摆是倒一条路，爱转弯是讲即条路是袂当行诶安尼。好，为什么讲路袂当行咧？来大家看正手边即张相片，因为这墨西哥遮是冬天寒冷的时阵，咱落雪要落半年单位10月开始落雪，就到过年的3月还是4月才会煞安尼。所以讲因为这落雪拢是落到足大的要安怎咧？就因就会伫咧路面刷迄盐啦，搁开迄车安尼撸过去，安尼互迄水车才袂危险安尼迄车行伫路面才袂危险安尼。所以讲，咱冬天若是过去了，这路拢会生做安尼，就是一个窟窿一个窟窿，因为拢互迄个刷盐的时阵，互迄个盐就是食甲歹去安尼。这倒手边即张，这是我伫咧暗时，我记得是10点的时阵，我翕的，就是阮的天安尼，即马日头才落山安尼。这是我的学校这是恁倒手边迄间即间是咱研究所学生的即间大楼这正手边即两张，这是我家己的这系馆安尼。好这是图书馆听讲这是毋知影是真诶假。听讲这 Harry Potter 本来是要伫咱咧学校内底翕的但是这拍片的时阵，英国人也是想讲伫咧英国的 Oxford 内底翕，所以就尾后了也是无来遮。但是里面内底真正是压力最大，因为内底一点仔声拢无。好这是我的这学校，这我系馆的这一张相片。我是伫咧这部门叫做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就是国际研究中心。我是做啥物研究的？我是专长做Asian 的研究，就是研究这东亚我的题目就是做中国，所以我搁伫咧中国研究中心的内底。恁大家敢有听过迄叫做乒乓外交？乒乓外交就是咱即个中心因迄当阵甲美国的政府去做因的，就是讲顾问甲因想出来的一个办法安尼。所以讲，阮即个系是专长，就是咧做中国研究的安尼。我做的题目就是甲网络的这假新闻相关的。英文叫做 cognitive warfare， 就是讲
人是要安怎伫咧网络上安尼传播假诶新闻，啊是安怎有人会相信，啊怎样要安怎想办法，咱来解决即个问题，互政府会当参考，还是讲我有啥物法度会当去阻止即个代志，佮继续安尼拖落去。好，所以大家听着，我是中国研究中心的，嘛莫紧张吼，我毋是因为安尼要做中国人吼，我嘛绝对毋是中国人。啊，刷来就来讲咱这教会啦，这咱叫做台语叫做安雅堡啊，安雅堡啊，安雅堡的这台湾的教会啊，就是翻做是 Ann Arbor 嘛，吼啊，这咱唱的歌也是啥货，拢是基本上讲台语的。啊，因嘛有互我一本这圣经哦，这圣经咧是用台文的汉字咧写的。啊，我是可以甲因借一本来转来读，哦，啊，即马啊搁学咧读，因为这甲我平常时读的拢无共款，所以即马啊搁咧关系。啊，我摕即包是啥货？我摕即包是因送我的菜，这阿公阿嬷是就古锥的，因是安怎？因是这礼拜做煞了，有一讲就感觉奇怪，在后壁咧创啥咧滴滴嘟嘟。我外头搁去看，就大家开始为因的这袋仔内底啊，是阮伊的 backpack 内底。就摕迄青菜，大家出来交换。这是阮兜种的这tomato，这是阮兜种的青菜，这阮兜种的啥物苦瓜啊，啊，大家就摕出来安尼交换，就古锥安尼。啊，这是安怎咧？这是台湾队啊，这是咱台湾队。伫咧顶礼拜的时阵啊，伫咧遮吼拍一个世界冠军咯，吼，大家当看这倒手边即张吼。这是总统佮特别叫迄 Chicago 的这台湾的外交部佮赶紧送一个这恭喜的这批过来遮互遮囡仔。这是台中的中山国中，台中的中山国中啊，因来遮是摕到世界冠军哦，足厉害的。阮上尾一场。甲美国队拍一下7-0哦，阮在台湾队大家拢喊到这大声安尼。啊，恁看这张相片，大家咧去想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是有上新闻的。恁即摆若是手机啊摕起来有，去找迄民视的这网络新闻，你着拍这个这是啥？这是世界这少年的这野球的联盟哦，这个就是讲锦标赛哦。就会看到这张相片哦，我徛上头前。啊，阮母也讲啊，毋是你咧拍，你哪会去甲遮清楚安尼？啊，这上顶头这张，这是一个囡仔甲因阿嬷，因着为这个台湾，啊，佮有一只这台湾黑熊的来现场甲阮加油。好，啊，我即马讲较紧，因为阮要继续。好，啊，这是我的校校啦，啊，这阮。你就知影美国人是就爱甲人开讲，就是你若坐落来，你边个人就是会开始问你讲你今仔日过了好无？我一开始也是就袂惯势，想讲恁对创啥要了解我今仔日好，阮也无熟悉。我一开始的时阵拢会真认真甲因讲，我想讲你拢问我对无？我做有礼貌的台湾人，我就甲你应讲好，我今仔日过到就好诶，我今仔日透早去运动会补充。所以我发现讲确实毋是安尼看，结果我才发现，这就是因的一种文化，就是你看到人一定爱问这个问题 ，How are you doing？ But 但是因毋是真正想要知影你今仔日过了安怎，哦，所以莫真正安尼甲心肝拢挖出来互因看，讲哦我今仔日过了安怎，这无需要哦，因为大家拢就无用的，无人会有时间想要了解，所以就是礼貌。咱有礼貌，就是甲因讲，哦 ，I'm doing good, I'm doing well, how are you？ 安尼袂使说，啊，这是咱昨昏，就是昨昏研究所这开学的典礼，这典礼啊，这就是办甲足大个安尼哦，就闹咧。好，啊，这校校咧实在是太有钱啊！这校校送一大堆物件，恁看到的这相片内底，无一项是我出钱啊！这张相片无开半仙银哦，这全部完全拢是校校送的哦。你校校才会有钱，我已经摕着5领衫，啊，搁3个这
水干仔，搁一个是保温杯，搁两个茶仔，搁一个这炕边的这茶仔，一大堆物件，一大堆迄簿啊，是这有诶无诶这纪念品。这上尾仔这一张咧，这上会较这一张，这是恁小英吼，昨昏讲一定爱藏。伊讲会使色色吼，安尼会使色色，安尼咱就藏一张互大家看。这是因为这美国遮吼，因是为足细汉就开始教这关于这咱是讲啥物？这无共款的这性别这教育因嘛是教讲足济这性教育讲就是安怎安全的这性的行为安尼，所以因咧办公室安怎拢有咧分这就是免钱的这恁知影吼，这保险套搁这是算讲是一个，我怎讲呢？就是一个润滑液安尼我就是嘛是家摕两个转来just in case 若是有需要的时阵，若是要发生什么代志的时阵，会当有伫个身躯边安尼。好啦，这尾后遮咧，这是甲大家分享讲我是安怎交朋友。有一寡人啦，因一开始来是无关系，就是看到咱大家拢是黄色的，有无？看到是亚洲来的这人，大家拢就是讲一群一群做伙。但是我是安怎咧？就是我看到人，我就看到讲，我感觉这道甲我有缘分，我就行过去甲因讲，我敢会当加入，因就拢会讲会使，我就一个尻川安尼坐落来，坐来了后开始甲因开讲，开讲了后大家就变朋友安尼，大家我迄天是做伙去踢迄脚球啦，因为我大学的时阵是伫咧交代是踢脚球就是讲来遮有拄着遮的人这拢是各侪学生大家做伙来踢这脚球，这下骹这种是这道拢是美国人这是昨甲遮是因是咧教我安怎这个这就是要安怎过冬啦因为因遮拢足专业我这一个为南方来因仔知影要安怎过冬因咧甲我讲去outlet买啥物这正手边这张这是我头一工就是讲第一摆熟识朋友的时阵熟识的人这我倒手边这两个，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美国人因两个是做伙9年这因两个一个伫咧德国，一个伫咧美国，安尼做伙9年有够厉害这两个是我上好的朋友安尼。好阮若是讲着讲要甲中国人要安怎自我绍介咧，我拢是直接甲因讲 I'm from Taiwan，我讲甲足大声的因为你较知影这个所在 Ann Arbor 这个所在咧，伊是一个大学城，遮个人平均的这教育的这水准是硕士所以讲我即马是伫咧因的平均的这以下安尼，我还未摕到我的硕士因遮个人就是讲足重视这无共款的文化，爱尊重别人你看大家就是遮个人拢做互相尊重的，所以你若是讲你来台湾人大家拢就是做尊重你，做互你面子安尼嘛是的。若是有人啦，我咧约若是有人，这时若是有中国人出来讲啥物有诶无诶，是应该啦，是会直接互人配喙烂啦所以遮是无这个问题大概是遮中国人是毋敢讲啥话因就讲I'm from China 安尼我就讲I'm from Taiwan 就安尼再继续用英文来开讲因为遮就是安尼嘛，遮你来遮就是基本上拢是讲英文连教授中国的教授嘛是甲你讲英文因是无法袂使直接甲你讲中文的这是一个我要安怎讲呢？这是一个足特别的文化就是讲你要尊重无共款的人，虽然讲看起来听起来这个人是介性应该是听有中文听有华语，但是咧你袂当直接甲伊讲你爱就是当作讲这个人嘛是一个外国人，你就是甲伊讲英语，伫遮就是安尼我的教授基本上
有4、5个啊，拢是这中国人，啊，我的 boss 嘛是中国人，但是咧，这是袂有啥物影响，大概是免烦恼，因为因感觉台湾的学生足特别哦，就是为台湾来学生足特别，所以我迄感觉甲因迄见面，咱这新的学生来甲因见面的时阵，哦，这好好老师。足介意外，所以大家毋免烦恼，袂有啥物讲，因为你是台湾来，啊，因为你讲你台湾学生，因就对你安怎，因是毋敢安尼对你安怎，无我是去甲好好讲，因是最严重的安尼。好啦，若是讲到遮咧，要结束，但是甲大家分享讲，是安怎我会走来遮读册，我是感觉我伫咧无共款的所在看到的人啊，听到的话，甲因的文化拢足无共款。虽然讲你看电影、看电视，嘛是会当看，但是你家己来遮吼，就是会当感觉到无共款的这滋味啦。一个人伫咧国外读册，上重要的就是啥？上重要的就是我感觉是你莫因为伊是啥物人，就决定讲要甲伊交朋友，还是歹甲伊交朋友。就亲像我嘛是会甲中国人交朋友，但是咧，若是讲到这政治的这话题吼。我嘛就直接甲因讲，我的立场是啥货，因为遮大家拢是互相尊重。我若是拄着无法度互相尊重的人，即款人咱就莫甲伊交朋友，就安尼，就遮简单。我是感觉安尼，你若是有尊重我嘛是会尊重你。安尼，咱大家就会当做朋友安尼。若是无法度，嘛不要紧，无缘分不要紧。好，今仔日甲大家讲到分享到遮，嘛是希望讲大家若是有啥物。这留学的问题，也是美国的问题，有啥物款的问题，拢会当搁问我，因为我家己咧申请的时阵，我嘛知影这过程是足艰苦的，所以若是有啥物需要帮助的时阵，会当联络者，我尽我的能力会当做的，我就尽量去做，尽量来斗相共安尼。好，到遮结束，这我是安怎退出？感谢汉的分享，即摆差不多3-5分钟的时间，大家若有啥物问题，拢会当甲问吼，会当举手甲问好。首先是德辉，请讲。你请问是请你的名叫做莱尔还是？莱尔，莱尔你好。我真好奇你，因为你之前讲，你头仔讲你有去过迄北京交换对无？对。因为我真好奇，就是我之前捌看一本册，就叫做是法国的迄社会学家写的迄落，迄册名叫做《低端人口》。我毋知你知影无？就是咧讲迄个北京有一部分的迄落外裔的人口咧搬入去迄落。北京内底做工作，毋过伊住伫咧迄个做啥？迄算讲地下水管内底安尼啦。你敢捌看过？这伫咧北京，你若是行离开迄市区的时阵，因为因的城市是安尼啦，因就是讲有分一年，就是讲头一年就是中心，就是咧政府的在位置。第二年就是讲搁安尼传出去，所以讲伊总共我差不多有17个这线安尼。你若是为外口行出去，你就会当看到你讲的这啦，就是遮的，就是讲遮的人吼，你若有钱的人真正就有钱的，你若是无钱的人，迄跍伫咧路边啊，困伫咧路边啊，拢有伫咧我。北京大厦的外口，就有人困伫咧路边啊，所以就是这是真正有诶代志哎。安尼哦，因为我看因为我看到迄个当中咧讲，咧关心这种议题，迄种文章咧摕出来的相片，拢是可能一个囡仔人拄一个水沟啊悬安尼探头出来安尼。我想讲，你伫北京的时阵，敢真正看过人拄迄落水沟啊悬落？下底咧出来安尼，咧出入安尼啦。我想讲，即种情形你捌目睭看着？无，因为安尼讲，阮袂去遐个所在，因为危险。
因为就是讲，你袂特别走去遐个所在看，但是咧，你听遐个人咧讲，搁家己去遐看过，跍伫咧路边啊，也是困伫咧，就是公园内底安尼，骑一个三轮车安尼，遐个人伫遐是足侪伫咧市区嘛有足侪安尼的人，所以你会当知影讲，应该是有这个代志，但是我无真正家己去看过有人住伫咧这水沟仔内底。安尼是，好了解。啊，我是讲，我是还有一个问题，毋过先互别人问好啊。多谢啊。Justin， 请讲。歹势，我想要问，你伫美国的时是做啥物兼职的？歹势，你敢会当再讲一摆？兼职，what's your part-time job? Do you have any part-time job when you are in United States? 我有去找迄，就是讲。伫咧学校做工课，伫学校的图书馆内底做工课。因为咱是国际学生吼，伫咧美国咱是无法度去外口做工课，但是伫咧学校内底咧，因是会当请你安尼。毋无迄款证件，应该是，所以你袂使做兼职。是会使，但是你做这个头路咧是爱有人，就是你的头家啦。爱愿意去甲你办一张卡，阮叫做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是证件。嘿，因为你有这，你就是会当，就是讲你是伫遮做代志是合法的，但是你若是无这，你就这就是犯法的，就是咱讲的这拍乌工啦。你若是做乌工的，这会去互人掠着，你的头家嘛有这大的问题，所以基本上无人敢请。去坐工的啦。对，我知啊，感谢啊。安尼这一个问题吼，阿英请讲。我想要问讲，敢有啥物足特别还是足趣味的代志？我想要听你分享。好，因为我阮兜啦，我即马行出去，真正是阮兜我行出去，我后壁遮的这阳台安怎讲？就是行。马路公。为什么？阳台有几块的阳台？阳台就是 balcony。你是有栅还是无栅的？有栅的。你有会记有个人讲左尾啊，左尾路。好，就安尼好，就是阮兜安尼行出去了，你着徛伫遮下骹就是树林，所以讲遮个这树林内底咧是有足侪动物住伫咧内底。我讲的动物毋是迄款台湾迄款迄种，就是大家拢会看到迄种动物。阮遮个动物是啥货？是迄种，恁讲有看过？就是我讲的 raccoon 嘛，搁有迄土拨鼠。我看很多C型。C 型，运气哦。好，这安怎讲？这土拨鼠安怎讲？运气啊。碰气，阮讲碰气。碰气吗？毋是碰气哦，碰气是松鼠哦。无啦，毋是碰。无讲哦。无啦，毋是碰气，碰气是松鼠。我讲蚊。运气啦，运气哦，我知有够难。搁有迄英文叫 moose， 就是足大只的鹿，就讲是麋鹿甲驯鹿，就是大只鹿安尼。拢伫咧阮兜的下骹遮，就是半暝的时阵，伊会行出来散步，伊会爸爸妈妈带囡仔安尼出来散步。所以我若是行出去，我当然看见因一家伙仔伫咧下骹遐找面通，找物件通食呢。这是我感觉是足特别的，因为伊真正是离你足近的，你就是行出去咱就看。
安尼，就感谢仔的分享，吼，安尼。